TVBS 欢乐台42频道邀来张克帆、阿布和哈孝远3位明星夫妻档，让人妻们当场带到机会控诉老公婚前婚后不为人知的荒谬事。主持人舒子成先加码爆料，哈孝远会和空姐老婆萱萱结婚的动机，竟是为了免费家属机票。双儿则抱怨张克帆生理机能衰退，揪他睡觉他还不给揪，两人因为作息问题甚至吵到差点要分房。李雪儿刚生完老二，产后心思敏感的她透露，阿布半夜手机常莫名响起简讯声，让她忍不住质问老公：“你有小三吗？”主持人陈建州则不断替3位人夫缓颊，他们都算是我心目中新好男人的代表。哈孝远是为的表示，以前和老婆萱萱去看 SBL， 从来不是看他总冠军赛，我老婆目光是跟着从头到尾在场边的陈建州先生，所以两人这次一起来陈建州主持的，就是他最温暖有度量的举动。不过舒子成立马爆料之前私下问过两人结婚契机，哈孝远竟回：“不就是为了免费家属机票？”一旁萱萱秒接话：“你以为他在开玩笑吗？这是真的。”萱萱还透露哈孝远时常没来由的魔音穿脑，两人之前去听张学友演唱会，没想到一旁老公唱的比张学友还大声，让他有种我到底是在听谁的演唱会的 FU。不过哈孝远透露，两人当初就是在 KTV 认识，所以老婆喜欢听他唱歌，还振振有词地解释：“其实我唱歌是想要振奋他的心情，因为孕妇容易心情不好。”米雪儿控诉阿布手机常3更半夜响起一连串简讯声，老公还会爬起来偷偷回简讯，行为怪异到让他忍不住质问：“你有小三吗？”追问下才知道，原来他在跟友人聊养鱼话题。原来阿布近年成为水族迷，养鱼成为他抒压方式。老婆透露，阿布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着他的鱼说：“你们昨天睡得好吗？”饿了吗？却从没这样关心过老婆，让米雪儿直呼不可思议。双儿则控诉老公张克帆常半夜不睡觉，揪他睡觉他还不给揪，有时直到早上7点才睡，作息不同，加上双儿浅眠，无法睡好觉都快脑神经衰弱，夫妻两人甚至因为睡觉问题吵到差点要分房。婚后双儿还发现张克帆生理机能衰退，原来两人刚认识时，张克帆记忆力很好，可凭空记住20组女生的3维和电话，但婚后老公什么都能忘，除了记忆力，连体力也变差，婚前连包包都舍不得让老婆背，婚后却得靠老婆才能搬东西，这让张克帆赶紧解释自己因为得了甲状腺亢进，肌肉流失下才体力变差。不过张克帆最后在节目上对老婆深情承诺，为了可以陪你久一点，以后会戒掉坏习惯。精彩内容请锁定 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1至周4晚间11点。